来关心核一厂，虽然已经除役啊，也毋过用过的燃料棒，即摆还阁藏伫炉心内底，无法度摕出来。主要原因就是大型的储存设施，因为新北市无要核发水土保持完工的证明，已经卡关11年啊，拢无法度启用。最近呢，两边已经有达成和解，新北市政府嘛按算伫5月初10进前会核定。核一厂两大机组分别除役4、5年，用过的燃料棒也无法度退出炉心，用来检验用过燃料棒的大小体准场。11年前，互新北市认定无照度施工，无法度核发水保完工证明。台电保护提高胜诉，双方也敲未平。最近总算达成和解，新北市政府讲水保计划会好通过。其实没有卡关的问题啊，所以的确台电已经把最新的这个水土计划的这个计划书已经送到市府，那市府我们会何时来审查，还是一个前提，确保安全。11年的攻防，台电胜诉，新北无要上诉。不过新北坚持台电爱定送计划，台电无认同。这届达成和解，台电表示尊重新北的讲法，定送计划书。新北同意3礼拜内，也就是伫5月初10进行核定。台电表示，录建核一除役工作总算会当进行。这个对做除役的核一厂其实是非常重要，至少它马上就可以接续下面的动作。相关的反应炉也有燃料棒，连移都移不出来，不管是延役或者是要除役，那都没有办法做。台电规划伫发布开工通知了后，赶紧动工，3个月内完成后日测试。测试是至6个月后启用，希望核二会当比较核一的模式。不过眼前也有一关爱过，这个体准设施是户外。北海华反核行动联盟执行长郭庆林表示，款团甲在地居民当年的诉求是同意室内搭设体准，室外无下因的要求。记者综合报道。